是会互伊闹到变成安尼。不但是安尼，前日阁将咱府内2位家母哦，嘴甲塌塌的，吊啊就我紧甲吊跪啊！天兄，为着小弟冤家的代志，奔波在外，现在康府又阁被人闹到安尼，讲起来，这拢是我连累着你。无喏，颜相公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千万唔通安尼想。包大人嘞？哦，早去上条看棍，还袂转。包大人回府。包大人倒转来。包大人回府。 小甲上村了，未将物件收拾好势。啊！那公孙先生讲要等等艺术转来，互伊看卖，然后才收拾现场啊。唔免，赶紧收好势。是。这位是学生颜春敏，特来拜谢包大人救命之恩，请去。多谢大人。 禀大人，属下奉命查办命案，亡我的人就是伊。哦，真是一表人才呀！颜相公满腹自记，今为户口，必定封上有份。真好，冤家已经洗脱了，今后应该专心公托。大人的恩份，学生应该理当上进。 以报大人救命之恩。今年一秋为是本官为做主考，但愿点考场的所在，本官会当看到你好文章。元生一定袂辜负着包大人的心意。学生告退。包大人，为着属下二鸟的防护，才会使开封府比白玉堂闹到变成这一款，这拢是避之之罪。实在是闹得太过分了。那像安尼落去，我相信白玉堂也自打发亡。 感谢你，包总管。唔免谢谢啦，嘿，等下，你无定迄几暗吼，我拢唔敢困呢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啊，就惊像昨日暝迄2个家伙同款，互迄老虎斩掉去，甲我吊两树仔顶啊！原来如此啊！虽然我已经倒转来开封府，也毋过无定着，会阁互伊闹阁较厉害啊！哈，嘿，闹嘛，袂要紧，
我无咧惊，有阮顶尔伫咧，我啥物嘛无咧惊。吼，对啦，我甲你讲，府内吼上重要3样物件是袂用放弃的呢。对啥物件？我甲你讲，是优先诊，啊个花粉无，啊个照妖镜，吼，这3样拢是宝贝。包大人，你倒来吃拄好，你看卖。照用三宝，包总管呢？拄车去看房查看三宝是毋是有失落？係咯。无害，加载哦！三宝逐项拢还搁伫咧库房内，无去互放去。三宝一定放去啊！唔爱，我头拄仔才去巡转来尔，三宝逐项咱嘛伫咧库房内，你想哪会讲三宝放去啊？拄则无放去，即摆一定放去。假期，迄我才唔相信咯！你着硬要讲放弃，无我甲你小叔，安尼小叔一两银。唔免小事，你去看就知影。跑远，要赶紧去看卖。是，即阵我实在走都唔甘愿的啦，卖扑假扑，现在三宝还搁伫咧库房内，你着讲无，看得有够神的。天秘书，你是安怎讲？三宝已经失落啊！包大人，这方面包总管是去叫着人投照问路志去。来偷宝人毋知三宝藏伫倒位，所以才会故意留下二条细命要偷。当包总管入去查明基因的时阵，这方面就是向偷宝人说明讲咱藏宝的所在是倒位。等你若离开了后，三宝必然记实。三宝已经放过去了。三宝是毋是失落？三宝总向我摕到手了。哦，你好好的。嘿，你是遮细只，哪来哪毋是款哦哈？连偷你也做4个、2个、3个，我劝你莫管我代志会晓袂？袂用诶！你抢啦、偷啦，逐项你都会啊，你哪会用咧无臭？含公党5次的名义会互你拍歹呢？三宝甲我送去刑人，我讲你我会送。哎呦，阿妈！哎呦，卖吵啦！包大人，
因三位正是熟害道义朋友。既然三位是含空岛的义士，包兄，地少事后。是，我老板请的咯。包大人啊，当阮兄弟啊是算啥的，哪会堪要互包大人你安尼款待？三位义士何不客气？包兄，赶紧准备。是。三位兄长，为什么这个暗嘛才来到开封府呢？也毋是为着阮迄些细细的鸟鼠仔囝。原来你讲永暗头尾人才是白玉堂。毋是伊也无是个啥物人。白玉堂的这件代志做了太过分。变大事，有一位罗峰求见。罗峰，包大人，罗峰正是含空岛武艺之首，也是属下的神高之友。嘿啦，对啦，包大人啊，迄就是阮的鸟鼠仔头啦。快有请。是。大哥来去真拄好。是啦，咱五弟偷摕宝贝的代志，怎让互大哥去处理就好。安尼对。来啊，请。楚明龙叩见包大人。罗大侠免礼。谢包大人。大哥啊，你若较早来咧，代志就袂舞到遐尼大啦。是的，是啥物代志？都咱你遮细只的吼，来开封府，甲包大人偷摕三宝呢。欢喜无？自从你离开含公岛，人逐工拢咧为你担心。担心？担心什么呢？担心你去了代志啊！你有看到林鸟无？电招受封四品带刀后会，户籍开封府，却逼我将开封府闹到天翻地覆。啊？你带闹开封府？我不但是闹开封府，而且还阁将开封府的三宝甲伊偷摕啊！对啊，你竟然也做贼！你做事全无，想将后来你难免好念头。你将三宝来偷走，偷背惨命是万古楼。我偷三宝，有用意，我做着你有的鸟啊你。这款的手段是太卑鄙，枉你是一个好男嘛你。英，你句句言语，拢为伊无悔你对我情义。假使你若对我无满意，从此可以断
你也毋是毋知影讲五爷伊的个性就是迄种，何必着为着这点仔小代志，着靠干安尼咧？人是为伊好，伊搁讲话讲啊遐绝情。阿姊，假使若换阵等下，伊也对待你安尼，你是毋是会伤心？我才无亲像你遐尔啊无勇气。断交就断交嘛，有啥物稀罕？搁再讲，这个世间上的查甫人，也毋是干那伊一个尔。哼，等下对你安尼啊多情，变讲你嘛讲即落风凉话。假使有一天，等下若亲像白玉堂安尼讲遐话，你哦一定会哭三袂三。要听你安尼讲，袂输咱查某囡仔踮这个世间上，若是无一个知心人，就袂当活落去迄个情共款。迄我才无咧信这套。哈？好，那安尼我就要叫等下，甲你放上一摆试看觅。玉堂庆海三宝。你会知影我会来咧？你要看卖来讲，是毋是我领伊？迄个樱梅啊，只缘你对我讲，玉堂靠过有的难忘。有这个预感，所以唔敢专工走来遮等你几落工啊。我实在唔知要安怎来感激着华梅你。只要你将我记在心肝内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大爷、二爷进来可好？阮大哥甲二哥伫咧厝里等你。等我。我无想要去增加着因两位的麻烦。你无想要去阮兜？我一摆来的任务，甲顶一摆大不相同。以前我用的处处来让伊喐动，这一摆我为着要讨回三宝，我不得无甲喐动正面冲都袂用的。那安尼，你敢毋是更加需要阮两个大兄的帮忙？两兄若是参与此事，必定会进退两难，真歹处理这件代志。毋
不管好处理甲歹处理，迄是阮大兄的代志，我才唔管呢。反正吼，因无插这件代志嘛，袂煞哩。行，跟我等下来阮兜吼。行嘛。行啦。弟兄，假使今日你若无来见我，你又免会知影讲咸光岛有了这么遮大的变化咧。白玉堂转来以后，就大兴土木建造机关，听讲还阁为你准备一个庙途，是专门要过你的呢。敢讲罗大哥，伊真是用阮玉堂伊如此乱来。哼，就是罗大哥不在，所以咸光岛才任伊白玉堂改得面目全非啊！我真倒真替罗大哥担心啊！如果，当你是伫咧担心啥物？担心罗大哥会互家己厝内底的机关伤着嘛无一定啊。姑爷一定用嘛是。那伊哦，都敢若会用担心你这鸟厝啊讲，因为你毋是共款，敢若会晓烦恼你这鸟讲。电召终于来了。哼。小曼，姑爷，你安尼死做只？好，咸光岛通天窟，我要互记，鸟电召，活活气死！哎！